上开始喽！摇船啊，摇啊，摇啊，摇啊，划船！不要搞他，他这儿吐了。不冷，他穿衣服的，你不用给他穿衣服。对啊，所以我要抱着他嘛。他是不是有点小，不会走路？他因为感冒了。哎，走马出来，我陪弟弟出来。他有点害怕我吗？应该没有吧？没有。都是我，他在下班，这里现在他是，而且他来好也不对，现在当了高，这个电视机在那，在放到那，他就是去那个，还不成？8点半，他们有点晚。9点钟前面就到不到这里。我们演说的话还有5点的话有。单独没办法跳，跳的一起跳，一起跳。他们现在来北京，他们为什么来？对，会明天就走了，应该是半个小时了。因为我放的是不让你走。昨天开始，昨天我开始2个多小时，学区那边待了1个多小时，然后昨天开始他有天天
但是这次没有那个的话，后面多联系我们就可以好一点安排，就是主要还是午夜班这些都是人多。对，我们这样子来的话，就是医院的演员的很少，比如的。对。但是这几天是他们说的，好像特殊情况，派出所说的，这几天特别一个特殊的情况说的，3个都不能吃，我自己申请备案也不能吃。昨天开始。你也知道，就是所有人知道。后面的话，我们这个过了这个季节的话，我们跟之前一样，可以先谈谈，也可以办法交流。就是来不了吧？对，现在还在长沙里面，还在长沙那边啊。后来9点钟就要结束。他就说在外面有。在巡视都在外面派出所的，昨天来了14个、15个，那你10周一次，那就走起来。这个就是刚刚放的太阳，恰大概9分钟将近。多半有马的，现在啊，多半有马的，现在。今天没办法，应该。对，但是改天你们还是会坚持下来嘛。对，因为这点的话，容易。法院派出所那边，他那不对账没的。阳光要这子，他这边有。他们这边发生过一起，就是到4、5、6深度那个。成都这边有个人用刀子杀了5、6个人，所以说他们也是在跳舞，好像是行凶嘛，4、5、6个，所以说这个活动他们很紧张嘛，所以说不知道那是。今天不知道会不会还会人多了吧？这个没有看不上现场的，然后结束之后可以选，离开的时候可以选。你需要真的联系，问一下。没时间了嘛，只能总不到20多岁过去，但是现在今天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跳一下，一起跳不能表演，就是这么正常跳的。他们应该在外边吧，不知道。因为人都在他们这个旁边围观了。没韩姐好吗？还在哪里？看不到位置那边，正在拍。云峰也在那边是。哦，云峰也在那边吧？云峰，云峰还有个摄影师。那了，这就好像这有点多了嘛。我现在早点能用了。小公司的万人团队，首先把这个场地保住是吧？场地保住，听话一点，要最好吧，就长远的发展好一点。非常时期吧，就因为那个发生的案件，加上那些其他事情加在一起了。你想嘛，之前那个在新都那边好像死了5、6个人，有精神病患者当场砍人，砍了5、6个人，谁知道下一个目标是谁？大家都学那个很麻烦，他就是在人多的地方，跳广场舞的地方。好像公布了吧，那个案情也通报了，好多都知道了。有可能就直接用这个名义吧，那就人太多了，你控制也不让你怎么说呢？安全第一吧。
嘛看那个光线正不正常？光线，你有手机的吧？我不是这个灯的光线。哦，你那个蛇纹吗？3200克。哦，你调你个上面看就对不对？你个上面看出去对不对？哦，我用的是3000多克的。白天5500克。有些喜欢乱手调，有些喜欢嫩手调。哦，有些喜欢那种。我用的冷色调。哦，那样子。哎，你如果用那个5500克，就是白天的话，就是2会天黄。四川的经典的全国数量应该是，接待量应该全国第一吧。他说的北京的经典。山东的第一大省应该是全国的接待的游客旅游收入好像一直是四川是第一吧。因为四川的旅游景点，你就在各位代表吧，因为隔壁的云南的去不来，云南的派了好多人来取经去不了。在黄龙是运行最好的，那个年代投入巨资啊。云南那边来四川学了好久，这边都搞不懂，都拼不赢，不是拼不赢吧，就是说学这边经验嘛，一直学不了，就在那边是运行最好的，所有东西投入都是最贵的地方，环境一些投入都非常好，很特别，人也多。应该中国做最好的景点，在以前吧，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
嘿，哎呀，好些的啊，咋会说没吃的呢？他就说什么物业结婚营区啊，那个是全国做的最好的，就在隔